係啦，3月15號，2011年。好，斯巴達再見。您可以在机舱里走动。为了您的安全，我们。相當唔錯嘅，你睇下呢位朋友只能瞓喺就坐嗰啲房入嗰個房。馬特經啦，馬特經啦。喂，老婆落嚟未啊？拍冇片啊！片啊，唔使擺到咁靚嘅姿勢啦，就影相啊！拜拜啦，張姐。今日見到大海龜好興奮，祝你好運。感謝主，感謝主。那四檔多次共去，引導我想去，但沒法暢聚。原因只因有別，未能齊共去，走去潛水。日夜做爸爸，真好上身，腳霎眼睛付出多半份量，而班 friend 相約到，又能齊共去，太令我開心。最心痛是去得太遲，有些心意不可等到老日子。南向貼沙巴，河豚捕魚同摘煙，在海裏未去，仲有力亦要一試。最鬼興是派錢太遲，借錢到去，點都好過變歷史。忘記極多錢，見我愛見的海龜，要抱要問要怎麼也好，不會推說等下一次。我也覺我的錢都已下降，看了覺得到是恨到發狂，連 BBC 都掃光，看從頭又看呢去浴缸。日夜做儲的錢都應該夠，到那裏我好想走去白流，殊不知機票錢未能齊集夠，試問去可否？一身新褲仔嚟嘅喎，坐你嗰條。嗱，你而家睇下啦，呢兩個係流浪馬達經嘅兩夫婦，山窮水盡，冇錢。落啦彩。
咗一支樽嚟，驚我呢度，今次阿容佢哋唔嚟西西咯。新開㗎套裝，睇嗰張咧新開㗎，好靚㗎，有冷氣食㗎。你夏天嚟咧，你可以住呢度。嗱喂，佢就叫喂我哋細佬叫細佬落嚟，係咪啊？因為係阿姐垃圾，定蛇定呱呱。開餐啦，快啲埋嚟啦，埋你冇㗎啦，佢哋咧，拍夠唔緊要。誒俾我條路。